刀子上还抹了蛇毒，幸亏平时我喜欢吃蛇，随身带着蛇药。奎哥，他们这可太猖狂了，我可是特侦队呀！特侦队了不起啊，人家跟你有仇，还管你是什么地方的？肯定是共产党干的，我就得罪过共产党，他们这是寻机报复。那就跟他们好好的斗一斗。蓝局长新官上任，咱们干一个漂亮的差事。是。站住！放开我！下来！跑！走！老师，走！放开我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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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走！谢谢。想什么呢，兄弟？宋大哥，你说你们名头那么大，能不能搞个枪啊？枪？什么枪？长枪、短枪？手枪？我们不靠那东西，花生米大的一个子弹能杀死多少人？我们靠的是人多。码头3000多条壮汉都是我的人，如果把鞋脱了砸过去，一砸一大片。哦，我就随便问问，能搞到吗？你要那东西干嘛？听我的，兄弟，人有力气必生凶心，别碰。就是喜欢，挣了钱总得花出去吧。我帮你打听打听吧。荣仔啊，你是怪师傅不收留立夏，她也是我干女儿，我能不疼她吗？师傅，我都懂，师姑那个脾气，我们肯定不能跟她对着干。那你们还要走？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立夏再不唱，那嗓子可就完了。所以我才让她去加顶的。那你让她自己去，也是大姑娘了，能自己闯世界了。再说，你们孤男寡女，合适吗？这个我倒没有想那么多。是他缠着你是不是？这个孩子就这点不好，任性，不管不顾的。师傅，立夏离开广州一段时间，还能让师姑消消气，你也多劝劝我师姑嘛。那你就别走，好不容易有了宝华戏院，正印花旦跑了，算什么事啊？师傅，我不得不走。你没发觉最近满街都是警察，还到处抓人吗？那是为了抓共产党。荣仔呀，荣仔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学你大师哥。你就不可以好好的唱戏吗？唱给饿着肚子的人听吗？师傅，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，听不了戏呢。他们为什么会饿肚子？不是因为他们懒，是这个世道不对头。你管不了那么多，你就是个唱戏的。我们在台上唱良辰美景，但真正的良辰美景，是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饭吃。这就是我和大师哥要干的事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我不想听你啰嗦了。师傅，立夏他不敢来见你，让我跟你道个别。我们到上海了，就给你们写信。哎，走走走。嗯。哎，给立夏的。走吧，走啊！
号车把，8号车把。哎，你扶住我呀！哎呀，我知道啊，我扶着呢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扶着呢。你扶住我。哎，你往前骑啊！你不要看我。吵闹什么？骑呀，你怎么？师傅，陈立夏又来干嘛？他没来，他把脚踏车卖我了。你很有钱吗？不是，他跟他师哥要去上海嘉鼎，没钱买行头，只好把车卖了。你接着推呀！于茂龙戏服店吗？霍师傅吧。陈立夏有没有来你那租戏服啊？没有。那金惠荣呢？啊，就是太平年班的正印花旦。也没有。哦，好的。我听说他们要去你那租戏服，你给打个6折吧。我知道，你只能打9折，差的3折，来找我拿钱。嗯，好，谢谢。牛雜湯，埋嚟試下。俾個豬腸粉啦。好。後生仔，我可唔可以喺呢度坐下？哎呀，吃的这么简单呐！哎，你吃没吃过我们顺德的妈姐菜？洗好了。啊，我差不多了，吃饱吧。哎呀，我没有做多少，尝尝而已，不管你饱的。嗯。您找我有事儿啊？我就是想让你尝尝我做的妈姐菜。来。那。这个是鱼腐，这个是荷香冬瓜卷，这个是水蛇肉饼，这个是粉果。怎么样？我们家之前有一个马姐，就是从顺德来的。哦，那你跟她学做过妈姐菜吗？我很早以前就离开了。那，你想不想跟我学做妈姐菜啊？为什么呀？哎，要回顺德养老了，这做了半辈子的几道菜不传下去，太可惜了。你应该认识谭永恒吧？是他让你过来的。我跟你讲，他是吃我做的饭长大的。我来没有告诉他，其实啊，他这个人心眼不坏，就是这些年有点名气了，晕了头。你把他打醒了，我特别高兴。所以，我愿意教你妈姐菜。我除了这4样啊，我还会鸡粥、生炒马鞍鳝、白灼小螺片，还有观音斋、荷香鱼、鱼羹、生炒水蛇丝。
妈姐菜是粤菜中最神秘的一支传承。凤承顺德的字书女，在广佛、香港及南洋等地的富家大族做厨娘，发展出独特而精湛的厨艺，在名家辈出的粤菜行当独树一帜。谭耀亨家的妈姐向陈卫传授妈姐菜的厨艺，希望能借此化解他和谭耀亨的矛盾。好了，我会的都教给你了，你能学会多少，就看你的悟性了啊！谢谢你啊，婆婆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顺德的？我送你。不用送，我一个人悄悄的来的。我现在还是一个人悄悄的回去，不用送。来，哎，老啦。想家了，走喽！想家了，老了。是吧？大惊小怪的，你忘了？你9岁那年，广州也下过雪，特别冷。我忘了，我喜欢这里的雪。我想起来了。妈妈说过，她和爸爸认识就是在下雪天。那你就替他们多看一看。我想他们了，想山河哥哥、清卫哥哥。你不是一直想买支枪吗？我介绍个卖枪的朋友给你认识。我来介绍一下。用不着介绍。你买枪想干什么呀？你还舍不得他呀？小半辈子都在这条红船上了。你现在才弃船上岸，已经算晚了。要不是小金拿到宝华的租约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岸。哎，对了，他和丽夏在上海挺好的。那是你的徒弟和干女儿，跟我没关系。还没消气啊？都过去这么久了。
你这么晚把我叫出来，到底要说什么？跟他告个别。我这辈子的重要时刻，也是太平年班的重要时刻，想让你一起做个见证。你还矫情起来了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？陈总司令陈济棠去了香港，广东被南京来的人接管了。我知道，市政府管宣传的人已经换成讲国语的了。让去备案登记呢。南京那边风气比较开化，好多新气象一下就出现了。陈济棠是南天王，管得太严了，什么都插手。其实香港和广西早就男女合班了，他在广州就是不让啊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听老蔡说啊，有几家戏班商量男女合班，观众们也喜欢看合班的戏呀，观众上座率更好。你要跟我的摘星女班合班呢？哎，就是嘛，合班最重要的就是找对人。你我从小一块学艺，知根知底，彼此信任，咱们合班是最好的。班主你来做，你抓剧目，我当座舱拉业务。新戏班就叫做太平摘星班，好不好啊？不好。宝华戏院和天台戏院都留着，你说不好就是好了。谁都可以合班，我不能。为什么？陈立夏因为想合班，跟我断了师徒关系。他一走我就合班，我算什么？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我呢？我不要脸了吗？哪里会没有脸嘛？明明可以在电话里说清楚的事，非要人大晚上过来吃风。我看你是活到戏里了，一天不演就难受。哎，你别急啊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用不着。哎，大势所趋啊，以后都男女合班，纯女班就不吃香了，你会活不下去的。我活着是为了唱戏，但唱戏不单单是为了活着。刘哥，你看，其实很简单。你挺会吃牛排的呀，从小就会的吗？除非是富贵人家，谁从小吃得起？我看你就像是富贵人家的孩子。那是我装得像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居一气，养一体。跟谁学的？钱呢？我怎么不知道有个姓钱的会吃牛排呀？六哥，你开玩笑了。是这，打小啊，我们家里头穷，但是呢，我又贪图新鲜玩意儿，所以一有钱我就开洋荤，拼命学，学人家怎么吃、怎么喝、怎么用这刀、怎么用这叉，只要用心学，都学得会。没错，有了钱，我穿着洋服都有底气。这钱呢，是人的胆。我就喜欢钱，六哥呢，喜欢钱吗？你是佛山人吧？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佛山人呢？陈姓在岭南是大姓，巧了，我刚好知道佛山有一家姓陈的。六哥这姓也不多见呢，哪人呢？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佛山，采药的时候去过几次，鸡骨草佛山最有名。六哥，我呢，就是想买把枪来玩一玩，一不相亲，二不拜把子。你说你用得着？问那么细吗？我看你有点眼熟啊。这眼熟也是罪过了。六哥。你把枪掏出来给谁看呢？山河是我兄弟，你吓唬他？就是想试试他的胆色。不错，像你兄弟。
那就接着谈生意了。枪我不卖。耍我，六哥！你们最近到处找人打听要买枪，我得来看看呢。这就是我的本差呀。那你外面埋伏人了吗？没有，可带不走我俩。宋老板，怎么了？开不起玩笑了？不像你啊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枪我不能买，但你们从别处买的，我不会管。就是个富家公子哥想玩玩枪嘛，很正常。刘哥，我想交你这个朋友。如果以后想玩点什么新鲜的玩意儿，随时来找我。比如说骑马呀、开汽车呀、开飞机呀，只要是公子哥会玩的，我都会。哎，宋大哥。你还会开飞机啊？之前没听你说过。你还真信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我没想到他会为难你。估计这个人平时装腔作势惯了，应该不是针对我。那就好，你俩真要有恩怨，我反而为难。谢谢你，宋大哥，至少你没有骗我，说跟我一起砍了他。我还有3000兄弟要养呢。我知道，这种人没必要得罪，赚钱要紧，我心里头有数。下批货这2天就要到码头了，这是第4批，海关缉私队已经在调查了。那你心里头有数吗？放心吧，挡我财路，有死无生。在上海，也有人要抓你吗？什么人啊？哪里有人啊？来，吃饭了。
师哥，你这回来上海不是为了我吧？至少不全是。师哥的戏台啊，不仅仅在戏院里。哎，立夏，你喜欢拍电影吗？喜欢呀，但是我更喜欢唱戏。戏台上有始有终就是真的，演电影全是假的。那你喜欢上海吗？喜欢，这里有好多广东人，还有很正宗的广东菜，在这里还可以拍电影、观唱片，还可以看各种名家的演出。对了，师哥，我拿我的戏服换了一套宝莲灯的京剧戏本。我爸爸妈妈以前演过这出戏。立夏，你喜欢的话就多留一段时间，我可能要。你要回广州了吗？我跟你一起回。站住！检查一下，好礼。走吧。你站住！检查一下。走。敌人盘查得很严，我们的计划是先去引开他们，你们趁机上船。好。会不会还要暗装啊？一般不会有，这个办法我们用过几次，管用。还是小心一些。给广州党组织的文件不能落入敌人手里。我知道，必要时我销毁它。保重。你们也是。师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立夏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先进去等。我要跟你一起进去。走那边。走。我们快走。走。哎，干嘛呢？站住！站住！过来！怎么了？过来！我们看吧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票拿出来。这儿呢。票呢？在我那人手。好。行了，没问题了啊，走吧，走。你们传票。磨蹭什么呢？传票。传票。给。广州？去广州干什么？回家。我们是唱大戏的，来上海加顶。什么加顶啊？就是到上海的戏班子来唱戏，加顶是我们的行话。活干完了，现在回家。箱子里装的什么呀？检查一下。走台阶来。哟，真是唱戏的。哎，我看看，不错，挺好玩。手里拿什么呀？啊，是戏本，字很小，怕你们看不清。拿来。啊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唱一段，你们对照这上面看看。师哥，你帮我打个节拍。好。霎時間迷迷蒙蒙，
拼得呼喚，升啊升！行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？哦，我们广东大戏用的是岭南的方言，也难怪你们听不懂。人唱的挺好的，再唱一段啊！正好我没听过广东大戏。来，唱。那，师哥，你帮帮我。好，我看一下戏本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唱吧。来。醉山凄然，故人不見邊。問君此去相聚在何天？風裏面聽鶯聲轉，風裏淡淡訴情懷。那行，唱的不错，来，别晚了啊！好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行李拿好，走吧。谭铁嘴说陈卫是妈姐菜的传人，他什么时候学的妈姐菜呀？妈姐菜的点心也很棒啊！以前第10谱啊，茶香式啊，妈姐亲手做的粉果，娥姐粉果好看又好吃啊。但是他这样写文章来抬高陈卫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认输啊？还是我们全力反击，他害怕了？如果陈卫真的学会了妈姐菜，就让他长一只灶，早点替东家挣钱。东家这次花了不少钱，咱们得赶紧把它挣回来。既然还有不少人相信谭耀恒这张铁嘴，索性就让他将功补过。哎，真是无奈啊！美食的事，到最后还是钱说了算。这件事能这样解决，也算成就了一段佳话。是啊。哎呀，陈卫小师傅为求美食真谛，断指明志，感动妈姐徐婆婆，传授12道绝技，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所有客人们的宝贵口福啊！谭先生的文采真的是很厉害呀！哎，唔使客气，唔使客气。陈卫小师傅呢？啊，我们见一见啊，相逢一笑泯恩仇吧。他今天没有来啊。毕东家延请谭先生担任我们的品质顾问，每月有车马费奉上，还请谭先生大力支持啊！好说好说，一定鼎力合作。陈小师傅知道我来吗？哦，知道。哦，那他怎么说呢？是这样，我是觉得陈卫小师傅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太好沟通。断指那天你也在场，就没有必要搞得这么血腥嘛。哎呀，他是不太懂规矩啊，菜顶出身嘛，相信也没什么人给他讲规矩。那你们能保证让他安稳下来吗？我决定让他掌灶做妈姐菜，相信他不会拒绝。哦，其实他只要学会妈姐菜，在哪个酒家都能掌灶。不，广州大酒家是他师傅
林北江的祖业，重掌广州大脚家，对他来说更有意义。哎，你不是跟那个谭耀亨闹僵了吗？他怎么会帮你说话呢？你看啊，他说你是妈姐菜的传人，会12道妈姐菜呀，就是那个阿婆那天在这教你的。那个徐婆婆呀，就是他们家的妈姐。我估计广州大酒家会按大厨的待遇聘你去掌灶啊。你师傅啊，一定很欣慰啊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他还欠我一根脚趾头呢。喂，张主席，呢度啊！参谋监，房子已经找好了，就在义德路7楼上面的公寓，周围吃东西喝东西都非常方便。但是离戏院有点远吧？哦，不过最近很多戏班呢都搞男女合班，你们最后在哪家戏院开台还不知道呢。摘星女班跟谁合了？是太平年班吗？哦，没有，很多男班去找你师傅，不过你师傅没有同意。那太平年班呢，在宝华站住脚了吗？站住了，我当时呢一口气连写了7、8篇报道，太平年班连报了好多场，你师傅已经把红山退租了。立夏，那你先去看看公寓，觉得还行啊，就先安顿下来。我呢去见几个朋友，打探一下情况。哦，是去送戏本吗？对啊。戏本？什么戏本？你们又要拍新戏啊？金师哥，一定要给我做一个独家专访啊！好，是立夏跟北方名家要到了惊喜戏本，我去找个开戏师爷润色一下。好啊。老伙，来，辛苦啊！没事，谢谢老板。走，南路1馆。哎呦！哎，好了，行了。哎呀，双儿姐，我给他开瓶药酒，回去聚餐，1天3回，记住了，3日之内不能提重物啊。去那边交钱去吧。哦，谢谢大夫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哟，你这是加入了红鱼帮吗？穿成这样了。我可瞧不上他呢。那就对了。哎，我说你跟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呀？徐老爷子说你最近好几天可没有去药房了。这就是我要做的生意。你爱研究西药，我给你供药。哎，走私来的？那是红鱼帮的事儿，我不掺和，我只负责货源。怎么，你不想研究医书了？我琢磨着啊，这中药它能治病，西药它也能治病，咱们能不能把它给结合起来？这方面你研究的深，所以我找你商量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西药呀，它治表，中医治理，各有所长，但他们不是一回事儿啊。是，你先别着急给自己画框框，你管那中药西药呢？它最重要的是疗效，比方说啊，治这个发热病，它中药能治，西药也能治，是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，能表里兼治，疗效加倍呢？我负责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西药，你负责把中药和西药结合起来，咱们就用这个法子来制造西药。哎呀，这个得徐徐图之，快马加鞭啊！我跟红鱼帮这门生意啊，虽然赚钱，但是风险也大。趁着现在有这个资本，咱们得找一个长久之法。好，我帮你想想，不能光想。